大家好，我是邱医师，我就新竹网上来介客家语。今晡日来听大家教大家做示范。加班对英语行业是当重要的。我细个时节是当从老看到爸爸妈妈、家婆啊，佢哋都会打扮。英语啊，公园过这个时节啊，家婆都会唔喊出差。是都家来做下，忙上忙下打扮。只係個本英語百姓中用，本英語我看見大家做得學。我讀個時節是到台北做事，家個時節當無限去查，無語無牙。我是都愛想，安聽啊，就是來想到家婆佢哋做版本愛學，是當感覺心動溫暖。是要做愛上愛轉屋卡來做班，今日是老大家分享英語倆個水班，下來老大家介紹今日水班材料。做水班愛用粘米，粘米英語會先浸水3點鐘，浸好咧是做得薑茶黏面面。幼面面是做得用嘞，像安是做得嘞。撒下来，英语是老浸好的粘米放落来，放落来加水，高面面是做得嘞。俩米酱是打好嘞。大家做一看看啊，上来用音，就做倒出来嘞，倒出来，放到当杯，加少水，紧挺紧搅，水妹。加掉燃是做得嘞，是做得沙到底位嘞。安样是做得放到田窝底位吹嘞。两下是做得捞水班，拿去田窝吹熏到20分钟嘞。撒下来，硬是做得准备水班的盆条嘞，是做得切豆腐干嘞。生乳一片一片。两下是做在切一丝一丝，做在切好，做在切一细块一细块嘞。我切按细块是因为改片老人家下到大家都好食水班，那是冇按好，小。嘛当好食，还好热在。安豆腐干是准备好嘞，等下是做在卤葱儿嘞，葱儿切肉是做的嘞。安样葱啊是准备好嘞，两下是准备菜脯，菜脯因为是会浸水浸一下，是会拿出来嘞，浸半斤软，然后切下冇按盖雪啦，切柔柔的是做得嘞，然后冇按好切，按甜切，然后菜脯都是自家洗的，梅头会下好。
样应该菜脯是准备好嘞，配料都准备好嘞，就来拿去炒嘞。两下，应是就来炒配条嘞，是就来加油嘞。先炒豆腐干。哦，要紧变哦。炒豆腐干啊，我炒到蛋白旺旺，可以了又擦擦嘅，然后得拿起来。炒东西啊，所以炒到香气又出来，但係真正要炒好咧。像兩下佢緊跳，蛋白又旺旺嘅，又擦擦咧，是就得拿起來咧。應該油啊，所以避出來，唔會平添多油落去。撒下來，應該是做啲用蔥兒咧，蔥兒冇豆腐乾冇強下炒，係蔥兒會出水，出水豆腐乾滷到水是濕濕咧，蔥兒到豆腐乾分開來炒，下好雪下香。你看蔥兒香氣是出來咧，蔥兒滷好咧，看你又掉嗡嗡嗡嗡，啱是做啲拿起來咧。最尾應該是做啲來炒菜脯咧，菜脯看你要是倒還是少都做得，聽倒是會凍鹹嘛，所以看你下是真是幾多。菜脯老人強壯都係鹹嘅，所以你最尾表加掉胡椒粉，一點胡椒粉一點點是做得，是菜脯是會下香，你下是做得撈。其他配條並落落嚟，炒炒啊！應該兩下來加掉調油。每家庭都火在咧先動體，因為講燒體是火先動體，炒好耐讓開火，最尾讓開火。你看你下槍是做咧調油加掉，好，你下時候咧，你下時候咧拿起來變到順條咧。因水板嘅配條是準備好咧，你係因吹好嘅水板，吹好時候夾硬拿出來冰涼，冰涼讓唔會蛋白裂開來。你下是到因滷好嘅配條冰上去，看你是幾多，你是冰幾多哦，一格不卡是想加幾多是就得加幾多。因加掉調油膏，調油嘛就得。安是做得嘞，根本嘅水板是做好嘞。做水板最重要係加水，加幾多，還有吹嘅時間。大家合作嘅人食到東西都冇強用，看你好些物嘅是加物嘅，有啲人會加蝦米啊、香菇都做得。大家做得地步卡。自家做看，自家做嘅水板客家好食。